台灣傳統的說唱藝術念歌，目前也同咧國際合作，佇咧南洋找到新的舞台。咱台灣的 BBR 念歌團最近去到馬來西亞的檳城，和當地破浪布袋戲做伙推出南洋過番歌，以台語為主，透露着馬來語、英語和潮州話，呈現出這南洋多元的文化。這出戲一開始先佇咧台灣首演，即馬轉到馬來西亞，燈光設備攏升級啊，咱做伙來看賣。長山的日子實在是真困難。簡單的唱詞講真百年前離開故鄉的心酸，也帶觀眾行入過番的歷史記憶。有人開始偷偷佇遐咧切目屎，唱的時陣我攏愛足傷心的，因為我感覺着講吼，迄個情緒攏起來啊，我足驚我嘛對因哭，你知無？Very touching. It's a very touching story, especially the part where the mother is singing. It's very sad. Sangat touching, my heart, my feeling. Macam I was in that situation. So macam sampailah apa yang diorang nak sampaikan tu.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張是以當年傳票為原型的紀念票根，每位入場的觀眾都可以得到一張。南洋過番歌由馬來西亞破浪布袋戲負責寫劇本，台灣美笑念歌團編寫台語念歌，因為編寫福建話甲台語相通，另外也用和馬來語、英語甲潮州話。台灣現在出名嘅黃俊宏，咁我伫咧頭前嘅時陣，阮用馬來語講幫嘅方式，將伊引接成一首嘅歌，伫咧原本嘅曲調面頂一個馬來風味。歌戲為台灣念歌來，早年甚至文化輸出到南洋，即馬佇馬來西亞依然保留台灣較少看到嘅表演形式。因為先生所唱嘅即個歌啊。有阮的先生楊秀卿老師所唱的歌啊，哎呀，阮會真明顯感覺到，迄是同一個年代，佫有真濟較古早歌的用法，台灣即擺較無人安尼用。這幾年，美笑念歌團透過跨界合作，結合爵士樂、弗朗明哥、人字等形式拓展新觀眾。破浪布袋戲佇傳統基礎一直咧創新，互現代觀眾產生共鳴。就是為着講會使互更較儕人來看到認捌到念歌，啊無定着講大家聽一解就講，這個有興趣，我會介意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創新的部分，咱會使用各種無相關的元素，包括音樂也好、口碑也好、語言也好。南洋過番歌5月要佇恆春演出，繼續佇傳統甲創新之間找到新共鳴。公司國際記者馬來西亞檳城報道。